各地嘅朋友大家好嚇，我係 Patrick，嚟自香港嘅，而家咧係香港嘅時間咧朝頭早嘅11點鐘嚇，應該而家係美國嘅時間咧就係夜晚嚟㗎。再次歡迎全球嚟自各地唔同地方嘅朋友，我見到今日好多嘅朋友喺度分別有話加拿大啦、喺美國啦、新加坡啦、馬來西亞啦、澳洲啦，仲有好多好多嘅朋友嚇，歡迎晒大家。咁咧我先自我介紹啦，我係 Patrick 啦。咁喺之前咧，其實我未參與捷斯嘅生意之前啦，咁其實我都係一間嘅企業顧問嘅公司。咁主要咧，其實都係去幫啲老闆去做策劃。咁但係經歷過去20年我嘅創業嘅過程上面咧，我經歷過好多嘅高低起跌，經歷過3次嘅高低起跌。咁自從喺2012年嘅年底啦，我個朋友咧正式咧就同我溝通呢門嘅生意。咁我當時了解完咧，我心裏邊只係諗一樣嘢啫。咁就係話，如果呢一次咧，我獲得真正嘅成功咧，我會享受到過去20年都未嘗過嘅甜頭嘅。咁我喺2013年嘅1月咧，開始咧就全力喺捷斯呢個平台發展啦。用咗1年嘅時間咧，就成為咗鑽石嘅總裁。咁令我最興奮、令我最開心嘅係乜嘢咧？因為過去其實我嘅生意啦、我工作啦，冇錯，我曾經咧係擁有好大財富，但係我冇時間。過去我一次嘅旅行咧，其實都未去過嘅，喺我參與捷斯之前。但係喺過去呢短短2年多嘅時間咧，公司請我去旅行啦，跟住同埋我太太同埋我仔仔，我哋去旅行啦，我超過咗去咗14次啦。而興奮嘅事情係呢14次咧，我嘅收入都冇跌，反為咧係有升嘅。咁所以今天咧，你哋嘅朋友邀請大家啦過嚟呢個網絡嘅視頻嗰度咧。我想同大家去分享，用嚟緊短短30分鐘嘅時間咧，而家喺全球一個風靡緊全球嘅一個商業模式，亦都用咗過去短短5年嘅時間咧，已經締造咗好多美元嘅百萬富翁已經產生咗。所以我相信咧，喺嚟緊呢30分鐘嘅時間咧，將會係改變你一生嘅一個嘅生意嚟㗎。所以回歸正傳。大家見到熒光幕咧，其實我哋成功有一個成功嘅密碼嘅，因為全球好多成功嘅人士咧，佢而家都去講解，就係話而家全球嘅經濟每5年至到10年咧，都會嚟一個大嘅翻牌啦，財富咧都會重新咧去再洗牌一次嘅。咁所以我相信熒光幕面前嘅朋友咧，大家好多你喺人生度咧都會有一啲嘢去追求嘅。咁到底有啲咩追求咧？首先第一，可能係更加有成就感嘅工作，因為有啲嘅朋友可能而家係打工一族嘅，都希望喺上班嘅時候我做對咗嘢啦，得到老闆嘅讚賞嘅。咁另外咧，一啲嘅朋友可能我要同家人咧有更加有品質嘅相處。咁過去其實我喺參與捷斯之前嗰10年咧，係完全冇品質嘅、冇 quality 嘅相處嚟㗎。因為我仔喺年輕嘅時候，佢哋成長嘅過程咧，我係完全冇辦法喺佢哋身邊咧，可以陪到佢嘅，一路都係忙住我自己嘅生意。咁最終嘅當然就係追求個人經濟財富方面嘅自由啦。咁所以一切咁多呢啲嘅我哋嘅追求到底係啲乜嘢造就咗我哋嘅成功咧？首先第一，係咪代表勤力做嘢就可以取得成功咧？我相信特別係我哋香港人即係非常之努力。我睇唔到咧係因為勤力做嘢啦，而可以獲得真正嘅成功。咁第二咧，係咪高等教育咧？我仲記得喺我細個嘅時候我爸爸媽媽咧，佢經常性咧就同我講，佢話仔，俾心機，努力讀書。到時咧就考入去大學啦，出嚟咧揾份好嘅工作，幾年儲夠錢買層樓咧就過人世㗎啦。咁我諗呢句説話咧就應用喺20年前咧都 OK 嘅，因為當時嘅大學生咧好值錢但係我唔係話而家大學生唔值錢，咁但係喺而家你話讀完，特別喺我哋香港嘅市場喺讀完大學出嚟，你要儲幾耐錢先可以買首期你先可以買到層樓咧。最近咧我哋睇新聞即係香港嘅樓價咧都去到成1萬蚊一尺，仲係普通嘅樓啫，並唔係啲咩豪宅所以喺現實嘅數據咧，佢話俾我哋聽喺美國嘅 Wall Street 嗰邊咧，佢出咗個報告，由07年去到2012年啦，整體上成個工資咧個時薪都冇乜嘢任何大嘅調整嘅，所以好多個朋友佢希望咧就係喺而家呢一個傳統嘅模式之下咧，去突破而家嘅現境。有咩方法？絕對當然咧，我哋係選擇做生意。
整體上而家全球咧做生意有兩種嘅模式，第一就係摸索做老闆。點解咧？因為做生意往往咧就係冇人教我哋點做，通常咧都係一步一腳印啦，摸住石頭過河，直至到我哋摸出咗個方法，我哋摸出咗個方法咧，已經係即係準備係可以去獲取到成功啦，個利潤開始進入嘅時候咧，但係往往咧就嗰個我哋嘅係啊，即係 sorry 嚇，個系統有少少問題，所以咧往往其實我哋當開始嘅利潤有利潤翻嚟嘅時候咧，但係我哋經歷咗社會上邊可能一啲嘅動盪啊，或者一啲嘅因素環境嘅改變啦，令到你重新要投入另外一筆嘅資金嘅。咁另外，除咗我哋摸索去做咧，你話有冇人教我哋點做生意嘅咧？唔需要摸嘅咧，其實有㗎。喺市場上邊咧有好多啲加盟開店嘅模式，譬如話大家見到嘅就係麥當勞，相信大家都有幫襯過。呢啲全球連鎖式嘅企業咧，我哋都需要付出一筆好龐大嘅加盟金，去將人哋嘅知識、將人哋嘅經驗咧，將佢買翻嚟㗎。因為喺大全世界咧，呢個世界係唔會有白吃嘅午餐，所以好多個朋友佢今日要加盟嘅時候，都要付出一筆龐大嘅加盟金。換句話講，嗰個我哋嘅無論用任何模式嘅創業啦，我哋都需要係投入一大筆嘅資金嘅。所以而家成功創業咧有兩個好重要嘅關鍵。第一咧就係時機嘅平台，咩意思啊？代表住咧就係話，而家我哋要掌握到最大嘅趨勢。如果我哋做嘅生意咧係迎合住而家嘅趨勢咧，就會增加咗我哋成功嘅關鍵。第二，必須有一個完善系統嘅配合，最好咧呢個係被驗證過，以被證明有人借助呢個系統而成功嘅系統咧，咁呢個咧就係成功最重要嘅一個最大嘅關鍵。所以今日最時機嘅平台最大嘅趨勢係咩咧？好消息到啦，就係我要同大家分享嘅 Genes 微商哲思。我哋公司咧成立喺09年嘅9月9號啦，運用咗全球而家最大嘅兩個趨勢第一就係抗衰老嘅生物科技啦，同埋已經進入咗網購嘅年代。我哋成個商業嘅商業模式啦，就係用交互式嘅網購啦，我哋去經營嘅。咁去到而家咧，我哋已經拓展到全球超過100多個國家，只係用咗短短5年嘅時間啫。咁至於我哋嘅創辦人佢哋兩位嘅，男嘅咧叫做 Randy， 女嘅叫 Wendy 啊。咁大家睇佢個名咧係非常之相似嘅，咁所以佢兩個咧就結咗婚啦講下笑。咁所以咧喺我哋兩位嘅創辦人啦，兩夫婦啦，佢哋喺全球通路嘅經驗咧已經超過20年㗎啦。運用佢哋過去咁成功嘅經驗咧，已經搭建好晒渠道俾我哋。咁頭先我提過，我哋嘅分工，我哋嘅市場啦，已經去到100多個國家，而喺全球，我哋嘅 office 咧已經超過20個啦。再者老闆咧，其實佢創辦咗哲思，到底我哋哲思擁有到啲咩嘅市場嘅優勢咧？第一就係一個領先嘅生物科技嘅一個平台。第二咧就係全球性嘅通路平台因為咧我哋做交互式嘅網購，金流物流非常之重要嘅。咁而家喺 Genes 呢邊啦，我哋嘅物流配送嘅系統已經搭通全球100多個國家，包括我哋嘅中國大陸內蒙西藏啦，我哋嘅產品都係直接點對點啦，配送到客人屋企嘅門口嘅。咁所以呢啲過去做生意咧，都係我哋要用資金去鋪橋搭路嘅嘢。但係今天咧，老闆已經用佢過去嘅經驗，幫我哋全部準備好晒啦。另外，除咗老闆之外咁我哋嘅醫療團隊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大家熒光幕左手邊見到呢一位咧係叫 Dr. Vincent G.M. Papa， 咁佢係美國嘅抗衰老之父啦。手頭上咧佢揸住全球超過20個抗衰老嘅專利，佢揸咗喺手㗎。咁而佢自己咧亦都係美國 NASA 美國太空總署啦嘅健康顧問。咁另外一位咧就係叫 Dr. Nathan Newman 紐曼博士，喺美國咧佢係一個非常出名嘅整容醫生嚟㗎。
咁但係講到整容咧，大家唔需要擔心，並唔係話去韓國2個禮拜翻咗嚟咧，係個樣唔同咗嗰啲嚇。Nathan Newman 咧，佢唔需要開刀，唔需要做手術，佢運用全球一個叫成人幹細胞再生嘅技術啦，喺短短嘅時間咧，可以幫助佢嘅客人啦，回復翻10年甚至乎20年前嘅青春嘅。咁但係過去咧，阿 Nathan Newman 嘅技術一直咧都喺佢美國比華利山嘅診所裏邊啦，佢去負責嘅，去做嘅。但係佢而家用咗幾年嘅時間啦，卒之佢研發咗一個外用嘅產品出嚟，而做嘅效果咧，同當時係要飛去佢比華利山做嘅效果咧，係一模一樣嘅技術嚟㗎。所以咧所以咧，大家見到喺呢一套嘅產品中間咧，見到銀色成個系列嘅，咁叫 Numinous 咧，就係阿 Nathan Newman 啦，佢精心去研發，再搭配埋其他嘅產品啦，我哋係由內到外啦，由外到內啦，去作一個最完整嘅身體嘅調理嘅。咁至於講到係 Numinous 嘅系列咧，我哋係運用一個成人幹細胞再生嘅技術啦，去喚醒翻我哋嘅肌膚，去回復翻我哋皮膚嘅青春，回復翻我哋嘅細胞嘅彈性嘅。所以喺裏邊我哋有248種嘅成人幹細胞生長嘅因子。咁講太多學術嘅嘢咧，我相信都冇乜作用啊。我哋實際啲，我哋嚟睇睇個圖片嚇。而家大家見到呢位女士咧，佢用我哋只係嘅Numinous 嘅精華啫。咁喺短短19日嘅時間，用之前上面嗰幅圖咧，你見到眼袋嘅部分咧巢掹掹嘅，但係用完19日咧，你見到哇，完全判若兩人係咪？純粹你就咁睇嘅話咧，其實好似係用佢做個拉皮嗰啲嘅手術係嘛？好似不過係冇㗎，佢純粹就係用我哋嘅精華咧，已經可以產生到個咁大嘅效果啦。咁另外一位咧，佢叫做 Winnie 喺呢個平台亦都成為咗我好朋友。佢係一位退咗休嘅土木工程師嚟㗎。咁佢當時我哋仲記得喺5年幾前咧，佢嗰陣時話：哇，有個咁好嘅產品我好有興趣用。佢話如果我用咗真係得嘅話咧，佢話發達啦呢一次。咁但係佢話：我啲朋友點會記得以前我個樣到底係點咧？所以佢60幾歲人咧，作出咗人生最大嘅犧牲，將我哋嘅產品咧，佢用咗喺半邊面嗰度咁啊！大家見到熒光幕嘅左面佢個面孔嗰度左面咧就係用咗我哋嘅產品10個星期。咁大家你睇到有好大嘅轉變。第一，嗰個嘅法令紋淺咗好多，係咪？同埋咧，成個呢個面頰嗰度咧係拉升咗上去嘅。佢當時見到咁嘅情況咧，馬上跑去揾佢個皮膚科醫生。佢個醫生話：佢話 Winnie，我係專業嘅醫生，我唔可能咧係憑你外在就會睇到底嘅產品喺呢個皮膚上面產生啲咩嘅功效。佢話你介唔介意用個醫療嘅儀器去睇你個皮膚嘅底層？佢話 OK。一照之下咧，喺熒光幕大家右手邊嘅圖咧出咗嚟啦。冇用我哋嘅產品，你見到紅卜卜嘅，冇膠原蛋白。點解？因為我哋嘅皮膚會隨住我哋嘅年齡變薄，慢慢咧，即係一照咧就會照到好多個微絲血管。但係喺另外一邊佢用咗我哋 Numinous 嘅產品咧，你發現立令嘅嗰啲就係膠原蛋白，我哋俗稱咧叫做 baby collagen。朋友，呢個真正 amazing喺個60幾歲嘅 auntie 嘅皮膚上邊竟然會自然令到佢再生嘅肌膚啦產生翻個 baby collagen 出嚟。我想強調，我哋嘅產品裏邊完全冇任何骨膠原咩膠原蛋白，我哋唔係補充，我哋係幫助我哋嘅皮膚、我哋嘅肌膚啦去更新嘅。好啦，另外呢方面咧就係由內到外噶啦，我哋有一個叫Reserve 貝全清華喺裏邊，我哋用咗7種天然水果嘅成分，搭配咗一個植物性嘅物質啦，我哋叫做白藜蘆醇。咁我唔知大家咧有冇聽過白藜蘆醇呢樣嘢咁喺市場上邊咧，喺過去10幾年，好多嘅醫生咧佢都作出研究，咁佢就發現咗一樣嘢，白藜蘆醇呢個植物性全天然嘅嘢咧，佢係一個全天然嘅抗生素嚟㗎，而且佢嘅嗰個係叫做抗氧化嘅功能咧係極高㗎。咁所以呢個產品過去短短5年嘅時間咧，我哋幫助咗無數嘅人係改善咗佢嘅健康，同埋回復翻每一日啦精力充沛嘅體魄。而最特別嘅係，我哋用咗個而家全球最頂尖最新嘅技術，叫做懸浮凝膠技術。
當我哋服用嘅時候咧，我哋喺口腔嘅黏膜係直接吸收進入我哋嘅循環系統嘅，所以咧個功效咧係嚟得特別好，嚟得特別快。好啦，剛剛我講到呢一度咧，就係成功第一個最重要嘅關鍵，唔知大家仲記得冇？呢個就係抗衰老嘅生物科技。而第二個就係一個完善系統嘅配合。咁今天咧，我要為大家去分享嘅就叫 USGS 全球創富系統。有好多個朋友咧，佢會同我講，我唔明白到底鄧生 Patrick 乜嘢叫做系統？其實好簡單，正如我唔知大家有冇揸車嚇，我哋回想翻喺10年前咧，如果我哋揸車唔識路嘅話，我哋會睇啲乜嘢咧？我哋會睇地圖，對冇？但係而家啦，喺10年之後，仲有冇人睇地圖咧？我相信比較少啦。好多個朋友咧都會用 GPS。GPS 嘅功能咧，佢就係由幫助我哋由 A 點去到 B 點，用最短嘅時間可以帶領我哋去到目的地。而今天一個成功嘅系統咧，亦都係一樣，佢唔會俾我哋走迂迴曲折嘅路，直接了當帶我哋咧去達成我哋人生嘅夢想。我再次強調，呢一個系統係被驗證過嘅系統。喺過去短短5年多嘅時間咧，已經締造咗無數嘅美元百萬富翁啦，係產生咗喺全球每一個角落上邊啦。所以系統咧帶嚟俾我哋有好多正面嘅能量啦，一啲嘅 message 信息啦、知識，同埋有好多非常有用嘅工具。而且呢啲嘅工具咧，亦都係過去由我哋系統嘅創辦人 Kim 同埋啦，我哋一眾嘅所有鑽石嘅總裁啊都係經過呢條路行過出嚟咧，係證實咗非常之有效嘅工具。而對我自己嚟講，喺呢個系統度最大嘅得着咧，其實係第一點，係教我點樣去複製成功。喺過去我20年創業嘅生涯咧，冇錯，我係曾經擁有好大嘅財富，而且唔係一次。但係我呢個係失敗嘅例子嚟嘅。點解？因為過去我覺得我自己係超人，我覺得我自己好叻，我唔知咩叫系統。系統 Patrick 就係系統，所以我嘅生意好大嘅時候，我走唔開，因為我人走開，我生意會滑落。但係當我冇生意跌咗落谷底嘅時候咧，我更加冇時間。所以我回想翻，如果你從喺2012年之前我嚟一個總結算嘅話咧，喺過去嗰20年咧，我根本乜嘢都冇得到，得到2嘢，一就係贏咗經驗，失敗咗嘅經驗，讓我下次唔好再犯。而第二咧就係得個吉翻嚟，係乜嘢都冇嘅。咁但係頭先我剛剛開始嘅時候已經同大家分享喺呢個平台啦，我離開咗香港，我同屋企人去玩，但係我收入冇跌嘅，就係今天一切嘅成就咧，都係呢個系統去培育我出嚟，佢教導咗我點樣將我嘅努力，將我成功咧係有效咁樣去複製。令到咧我唔喺度嘅唔喺度啊 ，sorry， 令到我咧即係我唔喺香港，我冇做嘢嘅時候咧，我收入咧都唔會停嘅。所以我睇到咧呢一個係一個非常完美嘅3合1嘅組合嚟㗎。第一就係一個劃時代嘅生物科技啦，關乎到我哋產品嘅系列啦。第二就係一個革命性嘅商業趨勢因為而家咧已經正式進入咗網購嘅年代㗎啦。咁我相信熒光幕面前嘅朋友應該唔會再去抗拒網購穩唔穩陣可唔可靠㗎。如果我哋仲有咁嘅思維嘅話咧，我想話俾大家聽，有機會我哋過幾年咧就會俾個社會淘汰。點解咧？我仲好記得喺10幾年前，我哋手提電話界嘅龍頭大哥叫做諾 XR 大家應該都知道。喺早陣子啦。微軟去收購佢哋嘅時候啦，我仲記得佢個總裁喺個台上面佢發表一番話，令我非常之深刻。佢講啲乜嘢咧？佢話我哋完全冇做錯過任何嘅嘢，我唔知道點解會變咗今日咁嘅地步嘅。我想話俾咁多位嘅朋友聽，好多時候並唔係因為我哋有冇做錯到事 ，no， 係我哋有冇個前瞻性嘅眼光。我哋今天去做嘅生意，去經營嘅生意，到底係咪完全符合到、迎合到而家成個趨勢嘅發展？如果係嘅話，咁樣我哋喺而家呢個年代咧，先至有贏出嚟嘅機會。第三，當然就係一個完善系統嘅配合。如果你了解完晒，你覺得Patrick 對呢個咧就係完全符合晒整體上成個嘅成功嘅關鍵。
具備晒啦。我要點樣開始去同 Jeunesse 捷思合作咧？非常之咁簡單嚇。第一，你可以選擇先加盟我哋嘅網店啦，然後選擇一個最適合你自己嘅套裝。當你加盟我哋嘅網店咧，恭喜你嚇，你馬上咧就會擁有到一個專屬你自己個人嘅網站。喺下邊嗰度啦，大家見到係3個 W dot， 你用一個特別你自己安排落去嘅名稱 .Jeunesse.global.com， 呢個咧就係你專屬你自己24小時可以喺全球營業嘅網站。因為呢個網站咧，老闆已經做晒一切我哋做生意所需嘅嘢㗎啦，包括金流、物流嘅配送系統啦，金流嘅匯率嘅兌換所有嘅嘢啦。另外，你喺海外，無論你陌生嘅人又好，或者你認識嘅朋友都好啦嚇，佢都可以用翻佢自己嘅睇得明嘅語言啦，喺呢個網站度，喺你專屬嘅網站嗰度啦，去選購佢中意嘅產品。咁過去往往我哋做生意要做呢啲咧，都係用金錢去鋪設出嚟嘅，但係今日非常之簡單，我哋只係用一個 lunch， 用一個午餐嘅價錢嘅啫。公司已經將佢所有嘅嘢全部俾晒我哋，所以呢一次呢，我哋係站在巨人嘅膊頭上面成功，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點解過去短短5年嘅時間，嚟自各行各業唔同嘅人，打工一族做生意嘅人都可以透過呢個平台而獲取佢一個真正嘅成功呢。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因為實在個門檻呢係太低啦，只係一個乜嘢午餐嘅價錢嘅啫。Sorry 另外，當我哋加盟咗啦，我哋要選擇一個適合自己嘅套裝。咁就如果你話我了解晒，我同我朋友準備我都係合作㗎啦，商業模式非常之好，恭喜你嚇！你可以選擇一個咧商務嘅套裝。如果譬如對應我哋香港嘅市場咧，咁我哋大部分超過90%幾嘅拍檔咧，佢哋都係選擇一個叫1年份嘅超值商務嘅套裝啦，正式加盟 Jeunesse。咁另外，如果你話唔係喎 Patrick， 我咧就都未做好準備㗎。我聽到啲產品咁好，我可唔可以先用咗個產品，然後再決定我到時點樣去合作，點樣做生意咧？我哋絕對歡迎嚇，你可以選擇一個咧體驗嘅套裝，先成為咧我哋產品嘅受益者。好啦，去到呢一度咧，我相信大家都係想知得比較深入嘅，就係其實我哋做生意好多個朋友都話為咗啲乜嘢咧？做生意都係希望可以增加嗰個收入嘅來源嚇。咁而喺捷思同過去傳統係非常不一樣。點解咧？因為喺出邊傳統，我哋無論打工又好，做生意又好，我哋嘅收入來源都係得一種嘅啫。但係喺 Jeunesse 公司係提供咗5種嘅收入俾我哋，而分別咧係分開主動式嘅收入，頭嗰2種我哋叫主動式嘅收入，後邊嗰3種咧我哋係被動式嘅收入。好啦，到底主動收入係點咧？第一，咩叫消費收入？消費收入好簡單，就係話如果今天你了解咗我哋嘅產品，你用咗我哋嘅產品覺得好，然後咧你做翻日常你做嘅工作就 OK 噶啦。你純粹就係去同你嘅朋友分享呢個產品有幾好。正如你可能食個餐飯，睇咗場戲，同你嘅朋友分享，嗰餐飯好食邊度，邊場戲好睇，你介紹佢去嘅啫。同樣今天喺捷思嘅平台一樣，所以我哋唔需要好似傳統做開店做買賣生意咁樣，用低買高賣、批發買入、零售賣出賺取中間嘅利潤。我哋唔需要咁做，因為今天喺捷思呢個平台，我哋完全唔需要囤貨㗎。你個朋友睇啱咗，直接喺呢個網站點擊同公司買，公司幫你收錢，公司幫你送貨。而咁樣咧，你就會得到我哋嘅消費收入。呢個消費收入咧，大概係35%嘅。咁對傳統嘅生意開店買賣嚟講咧，我相信呢個非常之好。點解？因為我哋燈油火蠟、鋪租、人工全部都唔需要去支付啊。譬如話，好似而家我同大家喺空氣中做緊廣播嚇，其實而家我喺我朋友屋企嘅。咁隨時隨地其實都可以點樣咧？即係有個收入嘅來源嚇。好，第二就係我哋嘅推廣收入。如果你唔單止同你個朋友分享我哋嘅產品有幾好，你同佢分享埋個咁震撼、咁澎湃嘅商業模式，佢了解完佢選擇，我都要加盟啦。咁恭喜你
你就會得到推廣嘅收入。我哋呢個推廣收入咧係由25蚊美金去到500蚊美金不等嘅，視乎你個朋友到底佢選擇乜嘢嘅套裝而去加盟啦。咁但係如果我自己睇到喺我哋香港嘅市場咧，我哋好多個拍檔頭先都講過用咗1年份嘅套裝，我見到有啲嘅拍檔咧，佢哋嚟到只係短短1個月，佢日頭咧只係返一份工嘅啫，但係喺捷斯1個月嘅時間，淨係推廣收入下，佢已經高過日頭份人工啦。因為佢1個月咧，佢介紹咗5位嘅朋友嚟一齊合作發展，而一個咧佢係得到500蚊嘅美金，大概4000蚊嘅港幣。咁所以如果你換算翻我哋港幣嘅話咧，嗰度大概係2萬蚊嘅港幣㗎啦，咁非常唔錯嘅收入嚇。不過呢個係主動收入，點解？因為呢個月佢有做，佢就得到啦。咁但係如果下個月佢唔做咧，喺主動收入佢係唔會得到嘅。但係捷斯點解咁革命性咧？因為佢有個被動嘅收入咧，拖住條尾嚟㗎。第3個就係我哋被動收入嘅開始，亦都係一個最震撼嘅收入啊！我哋叫市場收入。呢個市場收入咧，正如好似 Facebook 一樣嘅啫。我相信今天喺熒光幕前邊咁多位嘅朋友啦，咁大家都有用過 Facebook。嗱，我哋試想像下先，如果你個 Facebook 咧喺個朋友嘅名單嗰度咧，sorry， 你有50個嘅朋友，然後你分享咗一啲嘢，你撳個掣，你發咗出去啦嚇。當你嘅朋友睇到佢認同嘅話，佢會俾個咩你？對，佢會俾個 like， 佢俾個讚你，係冇？然後佢會同你轉傳，佢會問你借嚟分享，你呢個嘅信息會傳到全球無數唔同嘅角落，你控制唔到㗎。所以翻嚟你見到，我明明得50個朋友嘅咧，點解會有超過50個、幾百、幾千，甚至乎過萬個讚呢？我想問下大家喺 Facebook 嘅世界，我相信大家都有經常性你會發現到呢件事。如果你今天分享出去嘅嘢得到幾萬個讚，我想問下你會開心喎？我相信你會感覺好高興啊！但係其實呢個係唔值得開心。點解？因為喺 Facebook 嘅世界賺錢嘅只係 Facebook 嘅創辦人。我哋做到好多嘢，分享咗好多嘢，佢會收到好多廣告費。但係我哋咧純粹就係得個 like 嘅啫，所以當時喺09年嘅9月老闆咧佢睇通咗呢個趨勢佢就將成個 Facebook 嘅概念咧佢攞咗落嚟，然後將獎金嘅部分加入，短短5年啫，卒之締造咗無數美元嘅百萬富翁。所以喺我哋呢個市場嘅收入嗰度點樣咧？其實好簡單，同樣你加盟咗個網店。你同你個朋友分享完，譬如你同個加拿大嘅朋友，你同佢分享完，或者你將呢個視頻，可能你同我哋一齊合作咗，我哋每個星期都會有視頻唔同語言嘅視頻會議。你將呢個視頻咧 send 咗俾你個朋友，你個朋友了解完，佢要加盟我喺加拿大，咁恭喜你啦，你就會多咗個網店連鎖嘅網店咧，就連鎖咗去加拿大。以後加拿大呢間網店做任何嘅業績，都會同你產生直接嘅關係。而你加拿大嘅朋友可能介紹咗個台灣嘅朋友，台灣佢又開咗網店咧，呢個亦都係你連鎖網店，就係咁樣，好似 Facebook 轉傳無國界無限嘅轉傳啦。你嘅網店連鎖嘅網店咧，去到全球每一個角落。朋友，我想問下麥當勞，你覺得成功冇？麥當勞今天佢咁成功係因為佢擁有全球超過36000間嘅分店啦，分佈喺全球每個角落。我當時了解完呢個商業模式，我都覺得好震撼。點解？因為我知道嚟緊我個網店咧都會鋪設全球，所以我喺2013年嘅1月份啦，我將個生意結束咗，我唔做啦。由最早期剛剛開始，我只係得6間嘅網店嘅啫。我介紹咗6個朋友，而家我個網店咧已經去咗全球超過35個國家，已經個足跡35個國家啦，我超過咗2萬間嘅網店啦。朋友，只係由6間網店開始，呢個唔係同 Facebook 嘅概念係一樣嗎？所以呢個係令我非常之振奮，因為我就算今天我做唔做嘢，其實我個網店都唔會停止運作㗎，因為我哋嘅系統咧不斷喺每一天喺當地每個國家喺線上線下啦，我哋都有好多系統嘅支援㗎。好啦，第4點，未講完呢個市場收入咧興奮過頭
呢個市場收入每個星期啦，我哋可以得到係最高嚇26,250蚊嘅美金每個星期。換句話講，一個月咧，我哋淨係市場收入啫，都可以得到10,500嘅美金。朋友，我相信你聽到呢樣嘢，你應該開始感覺到興奮啊！一個月到底我哋打工嘅話，做乜嘢可以有咁嘅回報翻嚟呢？而我哋做生意可以有咁嘅回報嗎？可以，但係中間存在咗好大嘅風險。但係今天呢盤生意呢，我哋根本就係零風險，因為我哋嘅投入實在係太低啦。好啦，第四下就係我哋嘅管理收入。好，何謂管理嘅收入呢？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呢？介紹你個朋友去做一份工作 ，OK， 而你個朋友做得開心，賺到錢，咁你個朋友賺到錢同你有冇關呢？關唔關你事呢？係關你冇事㗎。但係喺我哋呢一個平台就唔一樣啦。當你如果將你個朋友介紹咗嚟捷斯，佢開始喺度發展啦，恭喜你！你個朋友得到所有嘅市場收入咧，你會額外多賺佢嘅市場收入咧20%。換句話講，如果你個朋友喺呢個平台一個月佢賺1萬蚊美金，換算翻如果10萬蚊美金一個月換算翻港幣咧係80萬，80萬你就會額外多賺20%，即係額外多賺10幾萬一個月嚇。呢個就係我哋嘅管理收入，而且呢個係冇上限嘅。你中意介紹1個、2個、3個，幾多個都可以嘅。最後就係我哋嘅全球分紅公司啦，會將全球嘅總業績嘅 CV 3% 咧，每3個月分一次嘅。咁分俾咩嘅朋友咧？就係喺捷斯啦，鑽石級或以上嘅總裁去分呢個餅。咁我哋回顧翻喺2014年啦，我哋全球總業績咧係4.19億嘅美元。如果我而家喺香港啦折合翻港幣咧，嗰度係8432 30幾億嘅朋友，30幾億業績嘅 CV 我哋3% 咧唔講得笑啊！咁呢一個咧就係俾鑽石級或以上嘅總裁去分。所以當時我點解咁大嘅決心，我要定下目標1年我要上 Diamond 咧？因為喺2013年嘅時候我當時見到咧全球咧只係得大概20零位嘅鑽石總裁啫，我覺得呢個餅咧應該好甜嘅，所以咧我決定要入去咧分一杯羹。咁喺2013年嘅12月31號咧，喺嗰天我正式咧成為咗鑽石總裁。但係朋友唔好誤解，我並唔係話我只有幾叻，因為當時嚟到呢個平台，我同樣都係唔懂嘅，我都係唔識講嘅。咁完全咧係因為個系統培育咗我 Patrick 出嚟，當時系統幫我去賺錢。今天我開始有少少嘅能力，我有少少嘅成就啦。我今天咧回饋翻，俾翻個系統咁解嘅啫。所以我可以1年上到 Diamond。我話俾你聽，朋友，你一樣可以，因為乜嘢？因為我今天完全 100% 咧，我係借助 USGS 同埋 Genes 一齊啦，我借助佢哋呢個系統、呢個平台啦，而我獲取今天一啲少少嘅成就㗎。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我開始嘅時候咧，我都有同大家分享㗎啦，就係第一件事同大家分享嘅，捷斯咧會帶我哋去環遊世界。咁喺前年啦，我記得公司咧每一年會搞2次嘅旅遊獎勵。咁呢個好深刻嘅前年咧就係去咗地中海嘅遊輪啦。咁坐全球第3隻最大嘅遊輪我哋去地中海去咗幾個國家度玩。咁上年咧我哋去咗阿拉斯加。咁今年咧我哋就玩熱辣辣啦，就係嚟緊。我哋過幾天咧就出發啦。我哋去杜拜。我哋唔計全球我哋淨係計大中華區啫。我哋有2000幾人一齊去杜拜呢個地方咁我諗我哋會賺爆咗成個杜拜嘅。咁到時翻到嚟咧，有機會同大家去分享多啲因為2000幾人大家都係熟口熟面嘅，都係自己嘅朋友。坦白講，去邊度玩都開心噶啦。而且咧，我哋而家呢一次係去一個我都好渴望去嘅國家，因為我從來都未去過。呢個咧就係捷斯咧帶我哋擴闊嘅視野。除咗捷斯帶我哋去環遊世界之餘咧，我哋系統嘅創辦人，全球嘅第一人 Kim， 佢亦都咧會帶我哋啦去全球啦，去
擴闊我哋國際嘅視野，將我哋嘅平台打得更闊嘅。因為過去咧 Kim 呢位咧其實就係大家見到熒光幕喺左手邊嚇，應該咁講啦。你喺成個熒光幕見到最漂亮嗰位就係 Kim 啦。OK， 咁 Kim 咧佢佢係全球咧係第一位嘅經銷商。老闆當時咧只係揾咗 Kim 啫。咁而家咧全球所有嘅經銷商咧其實都係 Kim 佢打落。咁所以過去 Kim 咧佢就幫助帶咗我哋啦去好多個國家，我哋去做巡迴啦，我哋去喺其他國家咧聽咗好多好感人嘅故事，所以我已經深深咁樣感受到哲思今日唔係一個普通嘅生意 ，Jeunesse 哲思係一個可以改變一個家庭一生嘅一個生意。特別我去咗好多個市場，喺馬來西亞呢個單親媽媽，咁喺短短嘅時間佢成為咗鑽石，成為咗 diamond， 改寫晒佢一生，改寫晒佢小朋友嘅一生。咁呢個係令我非常非常非常之咁感動，咁令到我哋都有一個使命感咧，並唔係話要自己賺到幾多錢。當然呢個都重要嚇，我未去到我唔中意錢 ，no 未嚇。但係喺人生度真係會有使命感，希望可以幫助到身邊嘅朋友，而去到最後咧有能力可以回饋社會咧，呢件事咧係人生最開心最大嘅樂事嚟㗎。所以嚇，朋友要掌握自己嘅未來咧，並唔係純粹你了解咗有幾多，最重要係你有冇好好把握今天你個朋友帶俾你呢個機會。我回想翻喺2年多前咧，就係因為我向前邁進咗一步，我就係選擇作出咗呢個決定啦，然後全力以赴喺呢個平台度發展，先至有今天呢個少少嘅成就嘅啫。所以你可以咧問翻，將呢個視頻俾你嘅朋友啦，你問翻佢到底點樣去加盟，仲有啲乜嘢應該要做啲咩步驟。其實我哋加盟嘅程序非常之咁簡單。喺幾分鐘嘅時間咧，你就完成晒成個嘅步驟噶啦。咁而另一方面咧，我哋網絡視頻嘅說明會嚇，呢個係我哋線上喺全球100多個國家咧，我哋同步做緊招商嘅。因為而家咧，其實全球100幾個國家都可以收睇到我哋呢個視頻嘅，所以我哋而家暫時咧喺呢個視頻嘅說明會度啦，視頻嘅招商啦，我哋咧會有4種嘅語言，分別係廣東話、國語、印尼文同埋英文嘅。我相信喺不久嘅將來咧，我哋會增加更加多嘅語言，由我哋全球一啲嘅成功嘅總裁啦，一啲我哋嘅 diamond、我哋嘅鑽石啦，喺大氣之中，喺空中啦，去同大家廣播，去分享佢哋嘅經驗。所以你只要加盟咗，喺下一次我哋嘅視頻說明會咧，你就可以邀請你個朋友去過嚟一齊了解，咁就共享下呢一個咧係博通全球一個改變一個家庭，一個改變一個人一生嘅一個最大嘅商機。所以喺度恭喜大家，盡快揾翻邀請你嚟嘅朋友，邀請你睇呢個視頻嘅朋友啦，問翻佢哋到底點樣加盟呢個全球而家最爆炸性、最震撼性嘅平台，好嘛？多謝晒大家，歡迎晒，下次有機會喺度再見大家 ，thank you。